眼見小朋友身體毛病多多，校長決定重操舊業，懸壺濟世，順便等新一代小朋友搞清楚個啲。中醫乜東東。我想追加啲山楂餅啊！夠啦，你濕重，要戒口啊！係啊，要食少啲甜嘢啊！食少啲甜嘢，咁我情願我寒濕死啦！咩事啊？哇，碗藥有冇苦得咁交關啊？唔係碗藥苦，係叫佢戒口，唔好食咁多甜嘢啫。仲有啊，生冷寒涼嘢至緊要戒啊！咁麻煩噶？啊，咁你想麻煩啲，定想佢屙親都係寒濕事啊？仔，你屙夠啦！媽媽，睇中醫經常都會叫你戒口，點解？原來藥材有寒、熱、溫、涼嘅藥性，食材同樣都有，所以就有藥食同源呢個講法。咁你唔戒口，食嘅嘢同啲藥材打晒交，咁咪攞自己嚟搞咯。例如你感冒去飲凍嘢，喉嚨痛食辣嘢，咳就去食甜嘢，濕疹就去食蝦蟹，發燒時去食油炸嘢，腸胃唔好去飲汽水，去食糯米。咁搞法，輕則延長康復時間，嚴重啲令你個病情加重或者產生變化，咁就會越難好返噶啦。哦，咁你忍一陣口，好返先再亂食過啦。咁又唔可以咁講噃，有病要戒口，冇病飲食都要小心，唔可以亂咁嚟噃。食嘢就似食藥咁，唔可以亂嚟，因為體質唔同，每個人都有佢需要節制甚至避免嘅食物噶。咁我點知自己係乜體質？邊啲食物係寒啊、熱啊？邊啲要食少啲？係啊，初頭唔知噶，不過每次睇中醫都順便請教下佢，自己亦都多啲留意食咗啲乜嘢食物會感覺到唔舒服，慢慢就會知噶啦。哦，不過一般嚟講，尤其對於居住響又濕又熱又周圍都開大冷氣嘅香港人，冇咩點錯，就係少食生冷嘢，即使啲乜乜冰啊、凍飲啊、魚生啊咁。另外，肥膩、油炸嘢、好甜、好辣、好濃味嘅嘢，就最好唔好食咁多啦。尤其係小朋友啦，脾胃功能未成熟，咳啊、多痰啊、發燒啊、肚屙啊，好多時都係因為食錯嘢而嚟噶。唉，不過閘住咁食嘢，好唔痛快啫。咁命係你自己嘅，咁你想佢襟玩啲定痛快啲啊？媽媽，你要襟玩啊！我會噶啦，我以後凍奶茶要少冰啊！我得生食西多士都要少甜啊！唉，對於飲食養生，睇嚟佢哋都仲有排學習啊！下次講大家都好關注嘅話題，流感中咗招，可唔可以去揾中醫呢？留意下一集啦！